来看花莲昨发生一桩车祸，本地掠准死者家己赛车弄树啊，才会不幸过往。后来警方发现一支马库尼亚，才找到肇事者。另外，高雄有驾驶弄到头前的车，因为无有手动倒退路，嘛去弄到后壁店家铁门。这个驾驶毋但无会失的，佮共警直接做伊离开。那个先稍等我们移好不好？消防人员对伤者来进行急救，夜车边热心的民众到店内跟上救护车，三方便救治。不过因为伤势相当，原是不治死亡。这第11发生伫花莲大高线富里乡路段的车祸，原以为是死者家己弄着树啊，经过警方调查，伫现场找到一个破去的目骨米啦，依照线索才找到这个肇事者。现场伤患1名，经救护人员评估后，心肺功能停止，立即给予 CPR 及高级救命术，并送往玉里龙医院进行急救。那车祸事故相关责任由警方调查中。如果是你驾驶动力交通工具撞到人，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或者重伤的而逃逸的话，定刑就会是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你看已经整个凹进去了。阿算讲进前发生的车祸，甲铁门弄歹去，高雄大寮11日发生肇事逃走的案件，有开车的人弄到前车，若无落车下失的，也过的人慢慢掘出车外，而且敢若无有手动啊，车就一直出倒退路，弄到店头的铁门，也阁出拳拍这个互伊弄到的司机，尾仔走离开现场。有种下车啊，人摔了啊，拢车拢倒退路去弄到对面啊，然后呢，冤家啊，相拍。孙然肇事逃逸部分，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62条第1项规定，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。又包含歌手柯军开车弄死白班计程车司机，互依照过失致死这罪嫌，关押禁见2个月。加上这2层肇事逃走案件，定定听到造成事故逃走案件，警方呼吁驾驶人若是拄到交通的事故，应该要留伫现场，先报案，等警方到场处理，避免违法甲发生纷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